今日讀嘅經文喺以賽亞書10章24至27節，請聆聽主嘅話語。所以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住錫安我的百姓啊，亞述王雖然用棍擊打你，又照埃及的樣子舉杖攻擊你，你卻不要怕他，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向你們發的憤恨就要完畢。我的怒氣要向他發作，使他滅亡。萬軍之耶和華要興起鞭來攻擊他，好像在俄立磐石那裏殺戮米甸人一樣。耶和華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舉起，像在埃及一樣。到那日，亞述王的重擔必離開你的肩頭，他的軛必離開你的頸項，那軛也必因肥壯的緣故撐斷。今日為我哋證道嘅係周瑩瑩傳道，證道嘅題目係目中無神。一幅圖畫先下。大家知唔知呢條係咩船嚟㗎？我聽到喎，好醒喎。有弟兄話係鐵達尼號啊！我仲以為咧冇將嗰兩個，即係嗰幅圖係有兩個人喺個船頭嗰張咧，你哋就唔知㗎啦。啊，點知都係咁醒喎！咁咧，鐵達尼號咧，佢係當其時啊最大同埋最豪華嘅郵輪嚟㗎。佢咧仲有一個最先進嘅一個嘅防水艙啦。咁佢嘅設計嗰個口號咧就係不可沉沒。咁相傳咧相傳咋，當其時嗰啲嘅船運公司嘅董事長啊同埋啲高層咧，佢哋為呢個鐵達尼號去做宣傳推廣嘅時候咧，佢哋就咁樣講嘅。佢話咧，佢係一艘世界上最安全嘅船，就算上帝都冇辦法令佢沉沒。咁如果呢個傳聞係真嘅咧，咁佢哋真係好藐視上帝嗬，目中無神係咪啊？咁喺1912年嘅4月14號咧，載住2000幾人嘅鐵達尼號咧，就喺大西洋嗰度沉沒。其實喺航行嘅當中咧，個船長係至少收到6次其他船隻俾佢嘅冰山嘅預警啊，但係咧個船長咧就冇理會到，亦都咧冇發出任何嘅減速嘅指令。咁以至後來咧就發生嘅事，大家都知道啦，造成超過咗1500人喪生嘅一個嘅悲劇。咁今次嘅船難咧，係因為人嘅驕傲啦、自大啦，同埋過度自信啦，同埋唔聽勸告而造成㗎。咁我知道咧，有啲嘅弟兄姊妹咧就快去 cruise 啦，係咪啊？你哋唔好擔心。聽完呢一場道咧，你就會知道點樣做噶啦。如果你仲係唔知嘅時候咧，就唔該你聽多幾次，一定知嘅。我哋翻去以賽亞書嗰度咧，我哋睇下喺以色列同埋猶大，佢究竟係發生咗咩事嚇？以色列人第一，以色列人目中無神，係因驕致禍。喺所羅門王死咗之後咧，大約喺主前嘅930年，以色列咧就分裂成為南國同埋北國，南國猶大，北國以色列。咁先知以賽亞咧，佢就預言啊，神首先咧會懲罰以色列嘅百姓，因為咧佢哋身為神嘅選民啊，唔單止係輕看神嘅律法。
佢哋咧心驕氣傲，藐視神嘅管教啊！咁我哋都知道咧，戰爭係一定會帶嚟破壞同埋毀滅嘅。咁喺經文嘅10章嘅9至10節就咁樣講嘅。佢話這眾百姓就係以法蓮同撒瑪利亞嘅居民都要知道，他們憑驕傲自大的心說，磚牆塌了，我們卻要作石頭建築；桑樹砍了，我們卻要換香柏樹。即係咩意思啊？佢哋嘅家園被摧毀，但係佢哋話咧，磚牆冇咗啫嘛，唔緊要嘅，我咪起過咯，起石頭咯，仲好啦，係咪？桑樹冇咗都唔緊要，我咪換香柏樹咯。香柏樹係上乘嘅嗰啲嘅木材嚟㗎，好嘢嚟㗎。我哋可以睇到咧，神嘅管教破壞咗佢哋原有嘅嗰啲嘅資源。但係佢哋經歷咗呢啲家園被毀壞之後咧，唔係悔改去轉向神，而係咧好自大咁樣去相信咧自己會重建得更加好嘅。咁另外咧，神亦都會追討嗰啲嘅偏離正道嘅領袖嘅罪啊！神會剪除以色列當中嗰啲嘅長老同埋尊貴人。同埋用方言嚟教導人嘅嗰啲嘅先知，神係要追討佢哋嘅罪，因為佢哋帶領啲百姓咧行咗條歪路。咁神亦都會任憑嗰啲嘅百姓咧去敗壞同埋道德繼續淪亡嘅。咁我哋都知道啦，神任憑嗰個嘅後果會係非常之嚴重嘅，係嘛？任憑咧，唔係話神唔理啊，而係佢尊重人嘅選擇，讓佢哋去承擔嗰個拒絕神嗰個後果，希望佢哋可以回轉。神亦都會懲罰司法嘅不公不義啦。當人去藐視神嘅律法嘅時候咧，就會制定自己嘅律法噶啦。當神嘅百姓唔再係愛人如己嘅時候咧，嗰啲嘅弱勢嘅群體，嗰啲窮人，嗰啲孤兒寡婦咧，佢哋就會成為犧牲品。咁喺第9章同埋第10章咧，有一節嘅經文，大家到時返屋企去睇下，好似詩歌當中嘅副歌咁樣㗎，佢係出現咗4次嘅。佢話雖然如此，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他的手仍伸不縮啊！其實喺阿摩司書第4章咧，亦都出現類似嘅副歌嘅。你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呢啲副歌咧，即係好似我哋頭先唱詩啊，同埋詩班獻詩，我哋都聽到副歌嘅，係嘛？指揮成日會叫你哋副歌唱大聲啲啊，係嘛？點解要唱大聲啲咧？係呢啲副歌咧，係有加強語氣嗰個嘅作用啊，係一種好強烈嘅警告同埋提醒嚟嘅。咁阿摩司同埋以賽亞咧，都係主前8世紀嘅先知啦。咁呢一啲副歌傳達緊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訊息，就係當其時嘅以色列嘅百姓咧，佢哋背逆神，同埋佢哋嘅罪惡咧，係達到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地步，可以話咧係罪貫滿盈啊，罪惡滔天啊，導致咧耶和華嘅怒氣向佢哋發出。當時咧，北國以色列同埋南國猶大嘅百姓咧，佢哋係遠離神、敬拜偶像嘅。喺呢個猶大王亞哈斯嘅帶領底下咧，猶大嘅百姓咧係拒絕敬拜神。以賽亞就預言呢一啲褻瀆嘅國民咧，會被亞述去攻擊。10章嘅5節同埋6節咁樣講，亞述是我惱怒的棍，手中拿我惱恨的杖。
我要打發他攻擊褻瀆的國民，吩咐他攻擊我所惱怒的百姓，搶財為擄物，奪貨為掠物，將他們踐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樣。當時啊，無論係南國又好，北國又好，都係敬拜偶像，又睇唔到公平同埋公義。百姓當中咧係充斥住傲慢，領袖嘅不作為，仲有持續嘅內戰，烏煙瘴氣，係各人咧又將自己當作神，任意妄為。喺箴言嘅16章18節咁樣講：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無知會導致驕傲，而驕傲最終嘅結局咧就係自我毀滅。喺以色列人咁樣嘅屬靈光景當中咧，亞述成為耶和華手裏面嘅杖，去攻擊佢嘅子民，去管教佢哋，去修剪佢哋。但神呢，佢唔會容許成個嘅以色列民族滅絕，神會限制亞述佢所攻擊嘅範圍。喺20至23節嗰度，以賽亞就預言呢，南國猶大被亞述侵略之後呢，仍然係有餘民可以存活嘅。佢哋係一班願意回轉、願意倚靠神嘅人。佢哋亦都唔再會倚靠嗰啲外邦嘅勢力。而當佢哋回轉嘅時候呢，佢哋將會咧有一個長期嘅盼望，就係佢哋雖然會被擄，但係呢，當佢哋係回轉向神嘅時候，佢哋仍然會歸回佢哋嘅家園。被擄唔係一個最終嘅結局，而神應許嘅呢，佢係必然會成就嘅。以色列人呢，都一定係會有出路。神會使用嗰啲真正相信佢同埋信服佢話語嘅人呢，嚟到去成就佢對整個以色列民族嘅救贖計劃，而唔係使用嗰啲淨係口裏面承認我相信主，但係心裏面卻係遠離神、背逆神嘅人。所以神嘅管教唔單止係要破碎，更加係要更新。管教嘅目的唔係破碎，而係更新。藉住管教咧，更加係要顯明以馬內利嘅神咧，一方面對佢嘅子民係會有審判，同時咧亦都會有安慰同埋拯救。管教咧係出於神對佢子民嘅愛，就好似一位慈愛嘅父親咁樣去管教佢嘅兒子啊。咁在座嘅爸爸，我想問下你哋啊，如果你屋企嗰個小朋友犯錯咧，你會點樣做啊？打？哇！即係好似上次阿 Pastor Ram 講咁啊，鞭打定係交俾媽媽處理啊？通常咧，我哋會指出佢個錯啦，係咪？講道理啦，糾正啦，甚至管教啦，time out 啦，係咪？咁唯一一個目的咧，就希望佢改正個錯誤。我哋為人父母嗰個嘅心腸咧，都係耶和華嘅心腸。而喺管教之先咧，其實神已經係為以色列人預備咗憐憫。由人嘅角度，我哋可以睇到咧，管教呢樣嘢咧係迫於無奈，但係咧都係必須嘅。弟兄姊妹，以色列民係我哋嘅借鑑。我哋作為神嘅兒女咧，我哋要謙卑喺神嘅面前，以神為神。我哋要避免犯驕傲嘅罪。當我哋被神管教嘅時候咧，我哋要及時咁樣去悔改，
我哋要回轉向神，我哋要忍耐到底。喺法國咧，喺美國啊，唔係法國啊，喺美國咧，佢有一位嘅法官，法官有個仔。咁有一日咧，呢個法官個仔咧就飲醉咗酒啦。咁咧佢酒駕撞咗車，跟住同人打交，然之後咧梗係被警察拉啦，係咪？咁呢一位嘅法官佢有個朋友就咁樣同佢講：喂，你人脈好廣嘅啫，其實你可以聯絡下你啲 friend， 跟住將你個仔咪鬧出嚟咯。咁嗰位法官咁樣講，佢話：我愛我個仔，但係咧對於佢嘅罪行咧，佢要自己承擔嘅後果，佢要認罪，佢要悔改。所以咧，呢一位法官係拒絕去干涉個仔犯法呢一件嘅事情。佢個仔咧，後來咧就俾人起訴啦，跟住仲要坐監添。但係佢個仔出咗監之後咧，就痛改前非啦。佢唔再去醉酒，好似變咗個人咁樣。咁佢都多謝佢爸爸嘅，多謝佢當初佢嘅誠實啦，佢嘅公正啦，同埋佢嘅堅持啊！佢非常之敬重佢爸爸嘅為人。咁而佢哋父子嘅關係咧，都係比以前係變得更加嘅親近嘅。呢個就係一位父親對兒子嗰個嘅愛。而天父嘅愛咧，就係要管教以色列人嘅行為啊！因為愛而管教，而喺管教嘅當中咧，佢讓以色列民係睇到盼望，佢哋忍耐到底咧，係必然會得救。喺第25節咁樣講，還有一點點時候，向你們發的憤恨就要完畢，我的怒氣就要向他，即係亞述發作，使他滅亡。神嘅意思係話，你再等一等，你再忍耐下啦。我管教咧，即刻就要結束噶啦。之後咧，我就會轉向亞述，我要毀滅佢哋。但係猶大咧唔會完全被亞述滅絕喎。頭先我哋講係咪？神一定會為佢留低一啲嘅餘民嘅，並且咧神要喺佢嘅時間嚟到去攻打亞述。讓猶大係擺脫亞述嗰個嘅轄制。26節，萬軍之耶和華要興起鞭來攻擊他，好像在俄立磐石那裏殺戮米甸人一樣。耶和華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舉起，像在埃及一樣。到那日，亞述王的重擔必離開你的肩頭，他的軛必離開你的頸項，那軛也必因肥壯的緣故撐斷。神係想用以前以色列人佢哋曾經靠神得勝嘅嗰啲嘅歷史事件咧，嚟到去喚醒佢哋，為要興起佢嘅百姓，重新去依靠神嘅大能。當神嘅子民被更新、被興起嘅時候咧，嗰個軛自然就冇辦法再束縛到佢哋。經文第27節當中嘅肥壯或者係膏油咧，都係以色列人被更新、被興起嗰個嘅意思。頭先我哋講嘅係以色列人目中無神、因驕自獲啦。而家我哋講第二個 point 就係亞述目中無神，被神砍伐。讓我哋咧嚟從亞述嘅計劃同埋神嘅計劃呢兩個方面嚟睇成個嘅事件啊！亞述嘅計劃係乜嘢啊？就係佢要征服世界，包括北國以色列同埋南國猶大。亞述咧心裏倒想毀滅、剪除不少的國啊！哇，好有野心啊，係咪啊？佢諗住一路咁樣打落去嘅時候咧，都會戰無不勝嘅。咁我哋睇到第8至到11節嘅經文咧，
軍事上面嘅勝利咧，就令到亞述係自高自大、目中無神嘅。第8節佢話：我的臣僕豈不都是王嗎？哇！嗰啲嘅王全部做晒佢嘅臣僕啊，幾威啊，係咪？嗰啲佢所打敗嘅嗰啲嘅城邦，喺第9節嗰度，由幼發拉底河開始，由北向南就離以色列同埋猶大嘅首都撒瑪利亞同耶路撒冷係越嚟越近啊！情況都好危急啊，係咪啊？咁嗰陣時咧，喺打仗嘅時候咧，得勝嘅嗰方咧就會咁樣講嘅，啊，梗係我哋嘅神比你哋嘅神更加厲害啦！咁而家我哋贏咗啦，你哋就要敬拜我哋嘅神啦。所以咧，佢哋之間嗰個戰爭咧，唔單止係軍事上面嘅一個嘅較量，亦都係宗教上面嘅較量。亞述話咧，佢點樣待其他城邦嘅偶像，佢亦都照樣待耶路撒冷嘅偶像喎。咁佢冇意識到嘅係咧，耶路撒冷同其他佢所佔據嘅城邦嗰個最大嘅分別喺邊一度啊？就係嗰度有神嘅同在啊，有耶和華與佢哋同在啊。佢哋以為咧，以色列嘅神同其他城邦嘅嗰啲嘅偶像咧，喺本質上邊係冇乜分別嘅。耶和華都同其他偶像一樣，冇可能係令到以色列人脫離亞述嘅手。亞述唔知道嘅係咧，佢只不過係耶和華手裏面嘅一個嘅工具。佢自大嘅心同埋高傲嘅眼目咧，神必定會懲罰，因為神唔容許人超出佢所立定嘅嗰個嘅界限，亦都唔容許人去竊取神嘅榮耀。而亞述佢最關心嘅係乜嘢咧？最關心自己嘅榮耀，佢自己嘅野心計劃，佢哋要去征服，要去掠奪，要去殺戮，要去佔有。我哋由第13同14節可以睇到咧，亞述佢直情係不可一世嘅。短短嘅2節嘅經文係出現咗8個嘅我字啊！地上嘅列國咧，亞述都係手到擒來啊！世界就好似個鳥巢一樣，任意掠奪。喺第28至到32章嗰度，28至32節嗰度咧，以賽亞先知啊，佢甚至係預言咗亞述去攻打耶路撒冷嘅嗰個嘅路線。佢嘅攻勢咧就一路係逼近耶路撒冷，但係咧神會親自去擊打佢哋。喺亞述嘅背後，佢計劃嗰個背後，其實有一個更高嘅計劃，嗰個就係神嘅計劃。喺神嘅計劃當中，惡人亞述係成為神所使用嘅工具，去管教佢嘅子民，叫佢哋回轉。喺第15節嗰度咁樣講，佢話斧豈可向用斧砍木的自誇呢？鋸豈可向用鋸的自大呢？好比棍掄起那舉棍的，好比杖舉起那飛木的人。呢一節經文咧係做咗個比喻啊，人所使用嘅嗰啲嘅工具，點樣可以舉得起個人呢？梗係冇可能噶啦，係咪？上帝必然會懲罰亞述呢一個狂妄自大嘅工具，用火焚燒同埋砍伐呢個亞述帝國。弟兄姊妹，我哋都要警醒，我哋為神作工嘅時候咧，我哋要將神當得嘅榮耀係歸翻俾神。自高自大咧係一定會被神去懲罰嘅，因為一切都係出於神，人係冇乜嘢係值得誇口嘅。
相信到大家都知道羅馬皇帝尼祿啦，係咪？佢係羅馬嘅第5任嘅皇帝，佢就以暴政聞名嘅，佢自己封自己為神啊！佢命令啲手下咧，就將佢自己嘅畫像咧，就擺喺廟裏面去受人去敬拜嘅。如果有人唔順從嘅時候咧，佢就殘忍咁樣去迫害佢哋。佢係出咗名嘅殘暴，唔單止係嗰啲嘅唔信服嘅人啦，連佢自己屋企人啊，佢自己阿媽同埋嗰個太太，佢都唔放過。佢係殺死咗自己嘅媽媽啦，同埋2任嘅妻子嘅。佢都將羅馬嗰個嘅大火咧，係嫁禍俾基督徒，同埋下令對基督徒係施以酷刑。呢個尼祿咧，佢雖然擁有極權同埋高位啊，但係因為佢嘅妄自尊大，佢嘅自以為神，同埋佢所施行嘅暴政咧，最終係令到佢眾叛親離。後來咧，佢被羅馬嘅元老院或者叫長老院啦，係宣判佢係公敵啊，話全民公敵啊，同埋咧係預備處死佢嘅。咁佢後來就匿埋喺一間嘅屋裏面，佢自殺。當其時咧，佢先至係31歲。喺雅各書嘅4章6節咁樣講：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驕傲嘅人咧，通常會自以為是，或者自命不凡，唔能夠去誠實咁樣去倚靠神，佢哋同神嘅恩典係冇份。我哋繼續睇神會點樣處罰呢個傲慢嘅斧頭亞述。喺33節到34節嗰度經文咁樣形容亞述，佢好似咧咩咧？高大嘅樹、稠密嘅樹林、利巴嫩嘅樹木。亞述係雖然高大啊，雖然茂盛啊，但係佢一定會被神去罰到啊！因為神先至係嗰位真正嘅伐木者，使用斧頭嗰個人。當神嘅怒氣轉向亞述嘅時候咧，戰無不勝嘅亞述咧都會滅亡嘅。咁先知嘅預言咧就叫以色列人，佢哋喺黑暗當中係可以睇到一線嘅亮光。而呢一個嘅預言咧，喺列王紀下嘅19章嘅35節到37節嗰度應驗，神嘅使者就喺亞述嘅營中擊殺咗185000人。亞述王西拿基立咧，最後都俾佢兒子所殺。咁我哋可以睇到嘅係咧，神掌管住整個人類歷史嘅舞台啊！佢就好似幕後嘅編劇咁樣，無論係亞述又好、亞蘭又好、北國又好、南國又好，呢啲國家歷史嘅鋪排咧，全部都係為着嗰一位耶西嘅之子彌賽亞，即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為佢嘅出場而做預備嘅。弟兄姊妹，喺現今嘅世代，喺流行嘅文化當中，經常會有咁嘅講法，你就係自己生命或者命運嘅主宰啊，係咪啊？咁前一排咧有一出戲叫哪吒，唔知大家有冇睇過？當中咧有一句嘅經典嘅對白啦，就係我命由我不由天。呢句說話咧，亦都係成套戲嘅核心主題嚟㗎。如果你未睇過咧，唔使睇㗎啦。由呢一啲嘅流行文化嘅當中咧，我哋可以睇到撒旦嗰個工作，亦即係引誘人自己做自己嘅神。即係好似創世記第3章，蛇引誘夏娃咁樣。
引誘佢哋食分別善惡樹上嘅果子嘅時候咧，蛇對女人咁樣講：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佢嘅意思即係話咧，你都可以好似神咁樣啊，自己有能力去掌管同埋處理任何嘅事情，唔使靠神嘅。幾勁啊！自己做神係咪啊？呢個就係撒旦嘅詭計啦。而家有好多嘅嗰啲叫網紅啦，嗰啲藝人啦，或者係名人啦，或者係政治領袖啦，亦都係將自己包裝成為萬人崇拜嗰個嘅對象。佢哋嘅狂妄自大，佢哋嘅自我崇拜，同埋拒絕承認更高嘅權威耶和華神。甚至係將敬拜嗰個對象咧，由神變作自己。佢哋亦都係竊取緊神嘅榮耀，高舉自己多過高舉神。如果要對付傲慢、妄自尊大同埋竊取神嘅榮耀咧，有一個好好嘅方法，就係培養謙卑嘅品格。呢個亦都係我哋屬靈生命當中成長嘅一個重要嘅方向。謙卑唔係自卑，亦都唔係否定自我價值，而係咧正確咁樣去認識我哋自己，亦都正確咁樣去認識神，將神當得嘅榮耀係歸翻俾神。有啲具體嘅操練方法同埋經文啦，可以幫助我哋去培養謙卑嘅品格嘅。第一就係敬畏神，承認自己嘅有限，認識神嘅偉大同無限。箴言9章10節，我哋一齊讀啊！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第二咧就係自我反省。容讓神嚟光照我哋嘅驕傲同埋自我中心。詩篇139章23至24節，我哋一齊讀。神啊，求你監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裏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路。第三就係認罪悔改，正視我哋自己嘅罪。詩篇32篇5節，一齊讀。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第四就係親近神，有恆常嘅靈修同埋祈禱生活。約翰福音15章4至5節，一齊讀。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第五就係服侍人，使用神俾我哋嘅恩賜去服侍唔同嘅人群。馬太福音25章40節，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弟兄姊妹，如果我哋目中無神嘅時候呢，會發生咩事啊？我哋就會離撒旦越嚟越近，離世界越嚟越近。當我哋謙卑自己嘅時候呢，就會令到我哋更加係有信心去倚靠神，我哋就會離神越嚟越近。我記得咧喺上一堂嘅啟發課咧，有一位新朋友佢咁樣講啊，佢話要認識神，我哋需要放下。佢嘅意思咧，即係話我哋要放低自我，同埋放低以前嗰啲先入為主嘅觀念，先至能夠有一個心靈嘅空間去認識神。呢位新朋友係咪好勁啊？我睇下佢係咪到一間介紹你識啊？奧古斯丁佢就咁樣講啦。你問我基督徒首要嘅美德係乜嘢？我會回答咧，第一，
謙卑，第二謙卑，第三都係謙卑。弟兄姊妹，讓我哋一齊嚟到去學習謙卑，放低我哋自己。當我哋願意去放低我哋自己嘅計劃嘅時候呢，我哋就能夠去順服神嘅計劃，活出神嘅呼召。我哋可以時時咁樣去提醒我哋自己呢，主耶穌係我哋嘅榜樣，佢喺馬槽當中卑微咁樣降生，佢謙卑咁樣去服侍人群，佢謙卑為門徒洗腳，佢謙卑為我哋喺十字架上捨命，以無罪擔當有罪。盼望呢一啲嘅場景都能夠咧，好似一幅幅嘅圖畫咁樣時常係出現喺我哋嘅眼前，讓我哋學習主耶穌佢去操練有一個謙卑嘅心，讓我哋咧唔單止係目中有神，心中亦都有神，我哋嘅生命中更加有神，係活出一個敬畏神同埋敬拜神嘅生命。當人係睇到我哋嘅時候咧，特別係嗰啲未信主嘅朋友睇到我哋嘅時候，佢哋能夠咧由我哋嘅生命當中係認出我哋係基督嘅門徒。喺傳福音嘅時候，我哋先至不至於令人跌倒。而當我哋犯錯被神管教嘅時候咧，我哋亦都要謙卑喺神嘅面前去認罪去悔改，並且咧係忍耐到底啊！我哋要深信神對我哋嘅愛，神喺管教之中一定係有憐憫嘅。被神拆毀之後咧，神一定會再恢復，會再重建。感謝神嘅話語，讓我哋同心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因為我哋知道你愛我哋。主啊，無論我哋喺高山定係喺低谷，你都與我哋同行。主啊，求你賜俾我哋每一位都有一個謙卑嘅心嚟到去跟隨你。主啊，叫我哋都能夠係以神為神，叫我哋喺地上嘅生命能夠去榮耀神，將神當得嘅榮耀歸翻俾神。我哋咁樣祈禱交託，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阿們。